中共的唱水艦今早起互发现出现伫咧海峡中线附近，敢是出问题，才会浮出海面的。前海军上将国民党立委陈英康就分析，这中共的唱水艦真有可能是要去辽宁的葫芦岛进行年度征收。不过有学者认为讲，可能是唱水艦出问题，才会向浮出海面。 中国的舰艦特别是浮起来伫咧台海中线附近的海峡，国军掌握舰艦的动向。外界研判应该是094 A 级的战略核潜艇。前海军新港军舰长李礼斯伫面册透过比对，讲舰艦应该伫咧中国的领海内面，离金门的辽罗湾25海里，伫海峡中线西平24.7海里处。对浮出来个护卫舰的判航，学者分析讲，无排除机海故障。一个可能就是机械发生问题，第二个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变，迫使它采取浮航，以避开水下障碍物。第三个就是政治上的，也可能是要趁机向美国就是呛声。 也就展现它的核武肌肉。中国目前有6架094 A 级的战略核潜艇，主要部署伫中国军队北部、南部的战区。前海军上将国民党立委陈英康分析讲，舰艦有可能是要往北登去辽宁的葫芦岛做例行的大检修。伫中国沿海浮出来航行，就是要避免发生大地的意外。有学者推测，舰艦应该是下战区在耍动，还是改变部署位。主要是要去对付以美国为主的这一种跨洲际弹道飞弹，所以其实像这种潜舰的话，它其实严格来说，它对台湾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。我会认为的是，它今天要么不是在南下，不然就是在北上的一个过程中间，有可能是在移防的一个过程中间，可能机械有一些状况，所以它会导致说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调整。中国的舰艦最近几年是真侪摆互看到浮出来水面，包括2019年7月出现伫马祖东引的外海。 今年9月是出现伫南海，2021年11月伫台海出现，今年7月嘛，互看到出现伫澎湖。学者讲，094型的核舰艦对台海作战较不利，对美国威胁较大。透过巨型2型和3型的潜射大导飞弹，对准美国本土，国军也会当收集舰艦的声纹和动态，唔会当强化台美的军事合作，对反舰作战嘛有好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